好，进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7日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金门已经连续几日天大雾，造成海空的交通大乱。加在伫昨昏天气有变好，能见度增加。金门机场伫昨昏规天的运输量载客4269个人。航港局表示，今仔日也会派分霸轮去斗相共载客。也毋过呢，伫4月7日之前，也是有机会会出现大雾，会影响交通。清明连假就要到啊，乡亲就要加注意交通资讯。因为金门大雾无能见度无好，3月30日当地31个航班架次全部取消，造成过当天4月7日超过2000位旅客滞留伫咧金门。其中有大部分本来是要提早扫墓的民众，被迫留伫咧机场等，情绪真不满。能见度这么好，停机坪一台飞机都没有，这么多人在这边等我问你，在家在等什么？等午餐、等晚餐吗？你本来是安排我们昨天的人先走，怎么要排到今天的后面，还要每一班只有2个？海空交通大乱，民航局甲立委陈耀珍赶紧协调航空业者加开航班，也国用军机疏运。昨日规天，候补机会特班拢客满，总共载客运输4269人，已经全部拢消化了，无滞留的旅客。另外，航港局也启动闭环船分霸轮。初一、初二拢会开一项次疏运，再去家己的布袋港。我们也协调港务局今天有那个船的部分来做协议那一班船大概有500多人今天就加开2架次4个航班的这个台北往金门的军机，然后高雄往金门是1个架次。根据气象署的预报，虽然今仔日透早已经解除交部特报，不过到初时进前也是有可能大雾，民众也是要注意交通来回资讯。清晨在中南部一带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雾出现，在金门以及马祖在4号以前也可能会有雾影响到能见度。惊讲还有交雾来乱，海空交通全面闭站。若是有需要的民众，会当到金门航空站柜台登记。等来台湾了，也会安排接驳车转坐高铁。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了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的温度会阁回升，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是高温，大约有30度至34度。也若挖近山区的平地，也是好高，温度会阁较悬1度至2度。感受上会感觉较热。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发布高温特报，拢是黄色的高温灯号。因为锋面往东边离开啊，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天气拢较稳定，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落短暂阵雨。过到了后，各地山区嘛有局部阵雨。下晡开始，通远到苗栗、到马祖嘛会出现强阵风，乡亲就要小心。也若交通部气象署昨昏是有到立法院进行专题报告。气象署表示，咱台湾伫过去100年以来，温度有加1.5度，落雨日子嘛有减少。也毋过呢，这总雨量是差无偌济，这就表示讲，伫短时间内的雄降大雨、强降雨的机会是增加的。所以政府即马要加强预警系统的传感性。另外呢，报告内底嘛讲，民众的应变能力嘛需要演练。强降雨和台南客家强庙伫31暗时办的联欢会现场如苍苍，民众讲迄时阵亲像咧靠风台。我当了雷公死啦！我这来咧，就雨足大个咧，变叫风也大咧。安尼迄那食饭有受着什么影响无？食饭都很羞的啊。倒啊无飞，但是倒啊，阮话拢无记怎阮怎，搁然后雨落了，阮嘛是搁来食。停了那个。继续，因为阮无留奖品，阮要搁继续留奖品啦。过去24点钟，全台落雨上济所在就伫台南市北门。气象署分析风面影响，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车子对转雨。针对顺期要到位，初一早起，气象署也到立法院进行灾防预警专案报告，推估未来天气将提出现冬天变短、热天变长、极端高温发生频率增加，极端落雨强度甲频率也拢增加。防灾的角度来讲，我们叫做这个最后1里路，一定要到民众他能够做反应，很多是要透过演练。
的方式，或者是还有一些救难的措施来加强整个的合作。面对离会质疑，不过大部分民众依然无建立防灾意识，极端天气之后风险依然加悬。气象署表示，未来加强甲地方合作肯定。专家认为，因应极端天气，美国已经要将大风台分级，各有关等级提醒，台湾应该爱有应对。飓风，他们美国分为5级，他们最近要研议多1级6级飓风。那台湾来说的话，就是只有3种。那我也建议说，未来应该可以讨论说，是不是再把台风的等级分得比较细一点点。专家认为，暖化会让未来风台数量减少，不过强度偏强，未来侵台的风台有可能是强台以上等级。防灾最后一里路就是在有源系统启动了后，民众应变能力，增加防灾教育甲民众沟通会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林业署是提醒讲，民众清明备忘，若是有烧香点火，就要注意，唔通引起火灾。水利署是讲，今年春雨有较少，所以目前通园、新店、苗栗、台中水情灯号拢是青灯，代表爱加强水源的调度，所以乡亲的用水嘛爱准则。目前看起来是伫清明过后，因为会有开始有西北雨、黄霜雨，所以欠水的情形就会当有机会改善。因为山坡地冲到天顶，这是2021年4月伫南投溪里乡发生的森林大火。平常时咧做森林保育、巡逻、防灾工作的森林管护员高仲凯也爱参与拍火，因为大火真我市区，伊想起过程也是感觉真紧张。鱼池大火这个，我觉得它比较难救的点是在于它的保全对象比较多，包含学生，包含一些乡民，那甚至是包含我刚刚讲的电塔的部分。林业署办展览用活动装置宣导预防森林火灾。林业署统计，台湾森林火灾97%是人为造成，若个拄着可汗，火就如何拍花。林业署讲，清明进前天气打扫，并将备忘可能会用到火，为了避免墓仔埔附近着火烧，林业署今年也会用细胞干信来提醒民众。预估说这个哪些地方呢？就是长期干旱，那是一个森林火灾的高风险地区，灾防细胞的那个告警简讯那让民众知道说，你已经进入到一个森林火灾高风险的地区，那特别要注意不要去用火。另外，水利署也表示，今年北部地区春雨较少一丝啦。目前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水情灯号是爱加强水源调度的青灯。加在前几天因为方面通过，台湾各地头有向上大雨，状况有小可改善。北部的水库像石门水库、翡翠水库、到宝山水库。这几粒水库水量拢有减少。咱3月28到今仔日会早7点落的这盆雨，总共有1908万吨的这水流入去咱的水库。水利署讲，这几年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水情较歹按算。过去清明过后，因为西北雨、黄霜雨欠水的状况通转好。不过，时到电都要注意极端气候，雨水敢会落受伤、受过细。水利署表示，已经有通知各地因应做好监测加设备的检查，避免短时间内会将准雨做大水。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再来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政治。最上新的消息是，前总统马英九昨昏出发去中国访问11天，伊头一站是到深圳，嘛和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涛见面。马英九是强调讲，两岸关系和平稳定，这是两岸人民的福气。也对话是表示，两岸的同胞是一家伙啊，爱互相加行大。甲老朋友握手问好，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出1暗到深圳5洲宾馆，甲国台办主任宋涛见面。两岸人民从此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家人，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才能确保两岸人民的福祉。以及达到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不只是造福两岸，也对全世界有更大的利益。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家和万事兴，一家人就应该常来往，多联系。但两岸一家亲，马英九也讲到伊任内特成9二共识，也国无讲是总统任内。马英九国在访问中国，出入到深圳宝安机场，国台办维持甲去年同款的规格，派副主任潘宪章接机。这个机全球民用无人机大厂大强公司参访。
那后面我们甚至还推出了240在台湾出席大汉的大强总裁罗振华亲自接待，马英九也佫甲迷你无人机提手的顶看有活动，比亚国际参访深圳另外一间大企业腾讯，创办人马化腾也亲自迎接，介绍因研发的 AI 助听器，价格降低至了3000到8000元区间了。马英九这回是带大九学堂20位青年学子访问中国11天，接下来也佫会访问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按算伫咧初7到北京，初8有可能再一位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即马外界拢正关心，到时若马式例会的谈话内容。记者综合报道。也那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是来咱台湾访问，有和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见面。赖清德是当面邀请伊参加5.2抗的就职典礼。罗森伯格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坚定，嘛强调两岸和平稳定、台海维持现状对台美拢有帮助。So nice to see you here. See you too. How are you? I'm fine. I'm good. I'm great. 蔡总统接见 AIT 主席罗森伯格亲像老朋友互动，以3个月来第2摆访问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也亲身接见，佮邀请参加5.2抗就职典礼。只是5.2抗进前，伊访迄个访问台湾引起关注，佮被解读来台整合新政府两岸外交方向。罗森伯格是表示，两岸和平稳定甲维持现状对台美有利。从1月13号选举到今天，那么在两岸的情势上面也有几件事情发生。那么诺拉主席能够来到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And of cour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hare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is a key shared priority enabled by Taiwan's ongoing responsible and pragmatic actions in the region and on the world stage. And we welcome your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另外，总统马英九甲青年学生去中国访问，广东咸西甲北京11天的参访交流。访社初8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马氏聚会，不过马英九行前讲话，拢无讲这定调是和平友谊之路，要减少两岸对立甲备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的无人机实称在飞到咱金门2大岛的天顶，官兵是无处理。金防部有回应讲，这是因为日头伤过赤目，所以无法度处理。也毋过即马国防部长邱国正无法度认同，认为这是训练无够，所以讲要追究责任。另外，咧中科院生产国造飞弹，有厂商逼出是甲中国买原料的，即马互停款3年。也毋过立委也讲，其实含这间公司有牵连的其他的2间公司，嘛即马是继续咧冒咱国军的标案。中国做的大疆无人机，伫3月29日头白日飞入金门2大岛的天顶，翕营区的活动。官兵本来要搬运弹药，伫发现无人机的时阵四散离开，无反应的作为。金防部理由是无人机拄啊伫日头卡正赤目，官兵无法度随看到。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无法度认同。因为我们定出一个很明确的方法，对，所以说我也彻底检讨。严格讲起来，就是训练不足。对，我们会去强化。金马离岛部队已经配发干扰请国防部嘛改变第一个要件，无人机若超过就要反制。根据立委统计，最近2年至少6架中国无人机侵扰咱离岛。邱国正讲，部队训练不足，会持续加强。国防部用2400亿进行海空战力的提升，生产各种制造飞弹。进前发现厂商防疫购买中国製飛彈原料，予中科院移送法辦解約停款3年。防疫負責人陳英培名下的演管公司有親屬關係的九鼎公司，也閣在承擔國防部標案，予立委逼康。國防部相關的採購人員，我不相信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同一家公司。你看裡面有多少？有好幾家，好，根本就是。陈永培同样一个的负责人，难道国防部其他单位都不知道吗？我们都有请那个中科院把这些黑名单要提供给我们。是以后才要做，还是过去本来就应该做，但却没有做呢？过去没有，但是我们会落实。国防部证实，演管九鼎目前申报10外的案件会有精进作为，但是审计部认定中科院无落实进口资讯查证采购机制，发生厂商变造文件甲货品交货者的缺失。国防部回应会指示中科院甲不良厂商列做黑名单进行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今年气候变迁国土计划法自本是自2022年要实施，因为各地方政府也未准备好势，所以延到2025年。也若明年就要实施啊，也毋过即马只有3个县市有提报国土公领图。昨天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有召开会议，有县市是建议讲，敢会当搁继续延，也毋过郑文灿请地方政府爱照时程，伫今年6月底进前爱提报。来看联合报。教育部的公文系统，那亲像是因为机房导火烧害去，已经害4天啊！各大专学院甲教育部的公文拢有受影响。刷落来，阁是连假公文无法度修法，会踢到规大堆。立委就呼吁爱全面检讨，也若教育部是表示已经有拍拼在受理。来看自由时报。宝林食物中毒案也未收煞，公司投保的产品质入险早就过期啊，宣布继续保。政府第一时间嘛无法度掌握，安尼政府敢有欠点？卫福部长施水元昨天是表示，食药署未来会伫食品产业一定爱登记的系统当中，搁增加一个保险的项目。未来保险若是未到期的，前1个月就会警示业者。来关心台北市宝林地色的食物中毒案，台北市政府伫昨天冒找保险公司去了解，认定讲这理赔的范围有包含宝林地色这个案件上悬会当赔4000万，也毋过嘛因为宝林其他的3间分店保险拢已经过期，市府嘛另外罚业者100万。因若中毒食材是到底对倒来的？卫生局即马是有查封对越南进口的粉菌粉这款物件。已经有掌握13间业者，另外有5例动静。卫福部即马表示，其中有2个人考虑要换官。没有缴保费，保单注销这件事情会再重罚共100万元。宝林地色中毒案，另外查出3间分店保险共款失效，台北市府个办法，A13店保险理赔普遍局找伊约谈，新安东亚海上产险大时代公司。原百 S3宝林茶室有包含在台湾大时代所投保的公共意外责任险附加食品中毒保险条款之承保范围内，本案大概保险的额度又会再增加。先当家声明，保单就食品中毒之前约定上悬赔限价是4000万。宝林药货店2例老舍因为保单被注销，市府承认手段上向家今年开发，卫生局继续对证了其中粉跟粉为越南进口，已经查获13间下边业者调查，市府会将3月至4至5采到的4件成本甲环境样本，请台大法医所协助检验。一个是厨师的手部样本，在24号采样的哈，还有一个是这个砧板的环境样本哈，还有25号采的2个刀具的样本哈。拜托台大医院这边哈，所长能够帮我们做检验哈，来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毒素哈。宝林 A13项目前全台通报29例，其中新北增加1例，涉事女性伫3月之1捌到宝林 A13店食炒几啊条，做现头个听老舍想要吐已经等于休困，因为全台还有5例动静伫加护病房。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讲，有2位考虑换肝。这4位肝脏的损害都非常厉害，那甚至有2位可能考虑要换肝。张关员表示，4个动静拢出现严重肝衰竭，有志功能用要无去，会向法医研究所提到2例死者病理资料，评估协助是不是换肝。另外，10岁查甫囡仔被验出体内有米甲菌酸毒素，深受病危。伊先前国际案例罕见，医学报告也少，目前无法度预测，今年较早发现，较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宝林地色的食物中毒案，即马是验出米加菌酸，引起民众惊吓。讲即马米做的物件拢唔敢上食，嘛有店头已经主动要咧卖鸡仔条这款产品。也毋过有专家就表示讲，米加菌酸主要是亚质发酵所引起的，所以是建议讲应该爱改名，唔通去看燃料米。卫福部即马表示会召开专家会议来讨论看敢要改。台北市万霸信义店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造成2死，超过30人身体无爽快。有几位患者体内验出米汞菌酸，互外界认为是即摆食物中毒的凶手。对此，来自马来西亚的清大教授黄正雄认为，应该将米汞菌酸改名叫做亚汞菌酸较正确。椰浆饭，这还有加这个椰浆去煮的椰浆饭很好吃，可是很容易食物中毒。这一个会发酵出这一个毒素的细菌，
都是跟椰子有关，所以我认为说比较适合的艺名应该叫椰酵菌酸，然后这个可能会比较贴切。因为美港昆酸是国内头一摆检出，卫福部长王必胜表示，美港昆酸会产生有3个重要条件：第一是糖厂部珀克斯菌是真特别细菌，佮爱特定亚种是属于土壤细菌，也佮毒性真强；第二是钙质一般是淀粉亚质等；第三是温度介伫22至33度的中性环境，佮食物本身有发酵的情形，爱符合以上3个要件才会产生美港昆酸。目前锁定参与贩卖淀粉的几啊条，是美港昆酸上可能的来源，为了避免污名化美食品的讨论改名。毒素的名称一开始就有一个米啊，所以就很容易让人家误解。然后我想，是不是后来未来我们在更名的时候也列入这个考虑？那我想这次跟米食的关系是比较小一点。王必胜强调，糖厂部珀克斯菌在台湾是少看，所以无排除是较接的国际同连之下人为带入来。目前已经针对保林地色的厨房环境进行采样，而手进行细菌培养，以确认敢会当培养出糖厂部珀克斯菌，上近2礼拜内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是那亲像又个传出可能有食物中毒的案件，这是有4个民众顶个月28去连锁的素食店食饭，有2个人食煞了后是走北去吃魔术红粒仔，另外佫有6个民众去一间食个饱的自助餐厅，食煞了后嘛有3个人出现走北的问题。卫生局有去稽查了后，发现讲素食店的环境有4项欠点，要求改善。宝林地色案引起社会重视，食安问题。不过台北市佫传出好亲像食物中毒的案件，佫有4个民众3月28去台北市中山区一间连锁素食店用餐，其中2个人食三文鱼、葱仔鱼加米寿汤了后，因为落下顶就医急诊，包括砧板、还有生食刀具，以及现场工作人员手部的生物基证进行采样，同时在现场我们也发现了4项缺失，也即刻命其限期改善。当事人已经登出休困，台北市卫生局前往稽查时阵，现场已经无共批食材，不过现场查出的煮饭机、冰淇淋机、垃圾4项缺失，要伫3月31限期改善。目前卫生局也未公布复检结果。另外一件好亲像食物中毒的案件，是一间高级自助餐厅，有6个民众顶个月30中昼去用餐，结束了后有3个人就医急诊，镜头是吐甲流。炒锅区块上方不洁，蒸箱不洁，借其复查如仍未改善，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尽量在家里吃吧。或者尽量买食材回去做饭，尽量不要在外面吃哦。比较热门店家，他们的食材的更新率是会比较好的，对。那基本上还是要去，去看他们的评价。食安问题真多，连带影响民众用餐的信心。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自助餐厅要伫4月28前完成改善，若无会依法处罚。呼吁民众若是发生好亲像食物中毒，要赶紧就医，让医生协助采样，向卫生单位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昨天4月1日，以色列发动空袭，去攻击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造成11个人死亡。以色列对这件代志是无加讲，也不过伊朗即马对我讲，因一定会报复。记者因另外被造假柜的变形掀起来，车灯玻璃碎过过。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使馆附近遭受空袭，造成包括几多的民众在内重大的死伤。以色列过去对这种攻击真少承认，叙利亚跟伊朗的官员讲，就是以色列做的。叙利亚新闻社报道，伊朗领事馆建筑物伫咧攻击中被造假柜的变做平地，不过伊朗大使馆的主体建筑并无受害。搜救人员即卖还阁伫咧找人。伊斯兰革命卫队讲，伊朗圣城部队伫咧黎巴嫩甲叙利亚的领导人扎迪将军，也有伊的副手哈里亚西米将军甲几多位军官伫这边的攻击中死亡。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出伊暗讲，伫即天早前以色列南部的海军基地受到无人机攻击，就是伊朗所指挥的。这几年来，以色列对叙利亚政府控制区的目标发动几多百遍的空袭。也别讲，因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甲伊朗革命的激情组织，譬如讲黎巴嫩真主党的基地。以下冲突发生了，这种攻击就愈来愈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
春天到位啊，天气。也那伫北美地区，侧北是有机会会当看到天狗假日日转食。其中伫尼加拉最强有，即马在这个所在，互国家地理杂志评论做是上好的观赏地点。所以，真侪民众已经专工走去遐等。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这个所在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到时有可能会有上百万人去遐观光。北美洲4月7日有机会看日全食，会飞南太平洋顶端开始向北，早起10点左右经过墨西哥西部沿岸，为美国德州、切加缅因州、加拿大安大略甲魁北克省等地部分地区，用伫下晡时间看到天狗假日。伫美加高界尼加拉瓜最强是这一摆天狗假日上会观赏地点，已经真侪游客来遮，旅游甲餐饮业者拢准备好啊。当局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强人流管制。Make sure that what people needed on a regular basis, our beverages, snacks, all these things, water bottles should be prepared. We're preparing for up to 1 million people visiting our city at the same time, which would be a record crowd. 天狗假日是月球将日头完全遮掉咧。美国顶一摆是2017年，加拿大是搁较早1979年。这一摆天狗假日会继续3到4分钟。这个北美民众早就准备好观测工具，上新技术，搁将光线转换做片仔甲单风管的声音，互市场人士能听到日全食的过程。In 2017, I just distinctly remember feeling really left out. Even though we can't see something, it doesn't mean that we can't experience something. 天狗假日每18个月就发生一摆，算是每一个所在拢能看到。比如美国地区，一摆爱等到2044年。对这一世人无得靠家能看到一摆天文现象，民众拢真小讲。公司新闻永远平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对3月30日开始已经加入欧洲的新禁区，未来这2个国家航空和海运旅游拢无需要过经过边境的检查。也毋过即马若是赛车要过，嘛是爱检查。这部分敢要放零会阁讨论。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奥托佩尼机场，30日小出欢迎来到新禁区几个大里。这座机场是新建航班上大的中心，有一寡新建范围，但是为着这个时刻设计建造的。Aș putea să spun că am economisit în jur de 20 de minute și chiar mai mult. 罗马尼亚加入新禁区了后，有4个海港甲17个机场适用。另外一个保加利亚，同款也是经过几年的协商，以后能够往来新禁区的航空甲海运旅行，无需要边境检查，也毋过陆路游玩有限制，因为烦恼非法移民问题。所以奥地利2022年底否决这2个国家列入新禁区。This is a really historic moment for Bulgaria. 去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甲奥地利3国达成政治协定，同意新禁区要延伸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空中甲海上边界、陆地边界的开放问题，是延到今年讨论。也毋过，会当伫海空两路先解除管制，已经是重要的开通。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加入了后，新禁区成员国都有29国。新禁区1985年成立，有10亿外人，伫无内部边境管制的情况之下自由旅行。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的岩手县还有青森县，当地时间4月7日透早4点24分发生规模6个地震，并无发布海啸警报，目前嘛无传出灾情，也毋过有2个坐会的附近人有受轻伤。日本的气象厅有警告讲，未来1礼拜要继续有风地震。JR 当日本公司检查天气路了后，宣布讲新干线安全无问题，拢已经正常营运。继续关心，对昨开始4月7日开始，日本的汽车驾驶、建筑、医生、做糖的这产业会执行强制加班规定，希望要改善劳动环境、劳动条件。另外，为着要解决日本欠工的问题，日本有针对外国人进行特定技术的签证。对今年开始的5年内，要扩大个招差不多80万的外国人，会伫汽车运输业、铁路这个行业，计共有4个领域要扩大招劳工。未来外国人嘛通伫日本驶公车，也是驶客运车。同款关心。
来关心近期外国媒体报道，缅甸军政府甲中国驻仰光大使馆，即马是宣布讲，两国的警方因伫缅北展开联合行动，有抓到超过800个涉嫌网络诈骗的嫌犯，内底有352个是中国人。伫4月初一早暗，已经交付中国的政府。镜头佮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关台台湾价值高息 ETF 00940，昨昏是以净值价9.92块挂牌上市，昨昏盘中上悬有来到9.94块，也毋过最后是收伫9.76块，有133万张的成交量。金管会表示，政府会继续看，嘛强调政府会尊重市场的机制。真受外界注意的关台台湾价值高息 ETF 册1，以净值价9块92正式挂牌上市。虽然一开盘出现小红的局势，相关来讲9块94，也毋过随之震动惊波上价捌报到9块795，爆破10块新高价，以9块796促收破1.6，有133.97万张的成交量，登上交易王宝座。主要就是股息啦，对，那我觉得一开始有卖压，应该大家会恐慌吧。本来就是像这种基金类或者是期货股票，本来就是有涨有跌嘛，那就是我觉得静观其变。00940是第3月11展开募集，短短5天就募集1752亿，创史上台股 ETF 募集规模上大纪录。到3月29为止，人数达到70.8万人。根据关台投信公布的50档成分股中，前10大依序是中央持股占比 9.32% 上最，过来就是新昌、联电、中美晶、宝石、联发科、日月光等。只是这前10大成分股早盘拢定系走盘的局势，其中日月光报复上当有超过5%。原本市场上一些要搭 ETF 轿的投资人，也老早就已经上车了，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一些 ETF 的高股息成分股欠缺买盘的这个支撑，所以变成挂牌之后呢 ，ETF 会有净值这个下滑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就尊重市场机制吧，我们希望行销上面就是要让投资人确实了解。通路上也要做好 KYC， 交易所这边会对整个市场、整个在风险管理上机制的演绎。分析师认为，高股息 ETF 诉求是长期投保了后，有一个稳定的股息。那台股行情袂歹，这个高股息公司股价也得大盘指数起，才有赚价差、赚股息的机会产生。另外，台股早盘以小起25点开出了后，盘中盘大起超过90点，相关来到20387点。可惜随着台积电反乌行价拖累大盘第二跳水，尾下盘72点收伫20222点，成交金额3584亿。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有定出今年1200万的外国游客来台湾佚佗的目标。也个交通部长王国材伫昨昏是证实讲，因为即马中国无要开放因的游客来台湾佚佗，所以咱的目标会阁修正。今年是希望上无有1000万的外国游客。观光署长周英辉进前估算，2014年原本有200万到250万大陆客来台湾，不过因为中国迟迟无开放，估算全年来台湾旅客可能会减少，落伫950万人左右。离去年定的1200万人有一段落差。交通部长王国材证实，中国对团体旅客或者是自由行的旅客，无要互旅客来台湾态度比预期更加坚定，所以全年目标会修正做1000万人，至少要恢复到1000万，这样的一个水准。本来对于两岸交流还有这个一些期待啊，现在看起来还看不到曙光。旅游业者回顾，2019年疫情进前，中国来台湾旅客占外籍旅客3成。另外，过去常常来台湾的日本客，也因为机票大落，降低出国的意愿，来台湾人数也对了减少。面对两大客源市场流失，观光署爱国有更较好的作为。如何就是在东南亚以及欧美还有日韩的部分呢，来补充签证的宽松，转机旅客或者是用一些相关的宣传。
观光学者分析，检视去年1月来台湾旅客，韩国1个月11万人上济，衰去是日本、香港、美国，第5名是菲律宾1个月要3万多人来台湾。其中韩国旅客大部分是少年人，菲律宾是家族旅游上济。建议应对这附近区域提供精准的行销，搁加强来台湾的意愿。比如说韩国，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台湾的节庆活动、文创产业等等，它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目前它的客群主要以年轻人为主，所以这个族群大概就要投他们的喜好来去做操作。学者并表示，疫情了后，全亚洲都推出优惠来抢观光客。想要抢人，爱针对目标旅客爱好。另外，除了追求来台观光人数以外，爱提悬观光产值、旅游满意度、加重效率，这是永续发展观光市场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大甲妈进香伫即个拜五暗要起价，是9天8暝。按算伫4月7、6暗会经过中华的民生地下道，为着要避免佫发生抢桥、发生冲突，中华警方表示，即届因会派出3000个警察来维持治安，伫昨昏嘛有大型演练。马祖乱桥伫要到啊，两阵人随一个来互相呛声，冲突了随发生，警方也强制介入。警方甲两阵人加开锁，卡鸟啊不满警察的作为，冲起来想要攻击警察。警方甲查甫人压伫咧涂骹，随后赶到现场调度队形部署，避免双方人马搁再接触，引起冲突，完全是毋敢大意。中华警方初一早起进行这场演练，就是为着初5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做准备。假如有不服指挥的话，有聚众要抢轿或报警斗殴的部分，我们会依规定来逮捕。这个月初5，大甲妈祖就要起驾，按算初6会到中华，暗时经过抢桥一点民生地下道，也因为2022年通促党总裁张安乐有派人和警方发生严重的下体，中华警方去年成立机动应变队，由镇南宫董事长甘清飘亲手呼叫，才互乱桥平安通过。今年成立特殊任务小组，佮加入各分局的教官，全力要来防止暴力事件。经常在执行这个大甲妈祖绕境的勤务，那也比较了解这个冲突发生的这些群众，他们的一些行为啊，然后他的一些态样。警方只要不能够掌控得宜，不要让它产生流血事件发生，那警察的责任就够了。警方表示，今年除了韩国公庙签署公约以外，也伫咧5大冲突热点部署超过3000名警察，特别是这届绕境当着清明连假，按算人会搁较济，警方也会尽全力维持治安。记者综合报道。英国若是顶节元宵放蜂仔炮伫台南的咸水观光美食城，游客拢是靠足足。要毋过即摆呢，观光美食城敢若剩一寡老店，差不多有7成拢是空档。其他的大头即摆生意嘛平英国减一半。地方是希望政府会当重视，互市场活化。面纱好加一寡咸搭辣辣的，一碗香港讲的咸水意面就煮好势啊！这是咸水卖超过1架子的面搭，正正生意逐工拢真加野。不过即阵实际来食的人，敢若1、2道尔，连隔壁台的生意嘛共款歹。无意外，伫咧咸水观光美食城内底有7成空档无咧卖。店家讲，主要因为无人客来，佮加上因认为市场设计无理想，生意上无平稳过，减一半。其他就是因为生意无改好，所以一打拢一直都无做这店面啊。年纪渐渐大了啦，就讲诶，加减啊卖啦，大家刚好工课通个做。我们就是尽力想讲，抱着有点年纪了，过得去就好了。市府是104年才起这档咸水观光美食城，单位计共有29档，拄开幕是满档，9档剩12档咧营业。有店家认为，这几档民众的消费形态有改变，较少少年人会选择来市场买物件。在大环境之下，市场曙光，地方除了会当开发特色景点，各单位嘛通互相合作，才当啥人来遮行搭。以前嘛年轻的是我用行动餐车，我行到地袂到地。你就是爱去受教，爱去顾你的口碑，互客人食了会合，伊后家会倒想要来找咱。商圈甲迄个
也做电信城的自治会，大家是毋是会当来做一个合作，看大家会当加强沟通，看会当提出一个达到一个共识。平常日美食社零清清无游客，地方希望政府会当重新规划，就更加侪店家活化地方商圈。市长所指出，因未来会使促销活动，卖媒合地方商圈参市场合作，拓展商机，促进观光。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镜头来去高雄，咱来看高雄安怎做。高雄即马是愈来愈重视用路人的安全。高雄市政府最近就取消人行道顶边的奥多拜的停车格，甲这停车格付掉，改造呢去乌机车弯来代替。按算伫今年会使阁增加差不多2000个奥多拜的停车格。那安尼奥多拜就毋免徛去人行道顶悬，奥多拜改停伫机车弯，确实有加较安全。高雄大顺三路人行道规排拢是机车车架，除了有民众当咧行路，阁有机车位边仔经过，实在真危险。行路民众表示，伊平常时嘛会骑奥多拜，知影机车架设伫人行道，大家为着要停车，只好徛伫顶悬。我嘛有咧骑机车，嘛是定定爱徛伫咧人行道顶悬。确实嘛是对行人较歹势，因为我家己嘛是有咧行路的时阵。机车会认为说人行道，因为他们要停车方便，就是因为机车格在人行道上，所以他们就会骑上来。电灯看到中山路遮，民众行伫人行道，路边车架是为这款机车弯互奥多拜停。佮市府这几天陆续伫商圈、病院、学校人较侪所在取消人行道的机车位，拢改做机车弯。民众认为机车弯的设置是较安全。路看起来较大条，然后视野的话也比较好，嘛较好。然后骑奥多拜的时阵，它的安全嘛较悬。目前高雄部分的路段也是会当看到人行道顶悬为机车停车架。交通局表示，去年路边奥多拜车位有104000多位，今年按算阁会增加2000位。未来的评估会尽量以机车弯的方式来设，嘛会考虑到汽车驾驶的权益。部分阮拢会来检讨规条路的这个汽车架甲机车架嘅平衡，大部分尽量莫去影响到咱这路边汽车本来迄个使用的权利。交通局表示，今年新增加的2000位奥多拜车位会设伫凤山、三民甲左营区，希望赶紧甲机车车架退出人行步道，以后用路人安全舒适的空间。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为着要防治外来种青皮杜丁，还唔通互青皮杜丁危害咱的农作物。嘉义县政府和嘉义大学着具训练专门人员咧掠，这3年已经掠13000多只。即马嘉义县内农业处是表示，最近佫发现讲伫义德布袋这所在嘛有出现青皮杜丁，会佫训练佫较侪人员来对付这外来种。那人摕到家私，伫树篮内底找树仔顶头的青皮杜丁。嘉义县政府甲嘉义大学办理掠青杜丁的训练课程，嘛带校员来树篮实习。不能让一般民众捕抓，然后要训练合格来去捕抓，然后要去尊重这个生命这样子。咧行车来啦，就行车的时间若无用刷的无，就有迄个时阵会使来斗掠绿鬣蜥啊。嘉义大学讲，培训这3档以来，已经大约有掠到13000只的青皮杜丁。有发现即马掠到的杜丁，体格拢较细只，防治已经产生效果。猎农大队成立加入的第1年，我们总数大概就移除了3000多只，然后接下来隔年是5000多只，那去年是6000多只。移除的数量增加之后，我们已经看到嘉义县某一些地区的族群数量、族群密度有在往下的这个趋势。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北中溪下游的义德布袋嘛有接到出现青皮杜丁的通报，未来会扩大移除范围，嘛呼吁民众唔通家己去掠，会犯到野生动物保育法，民众会当通报，互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来处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目前政府当地推出双语教育，好也歹拢有引起讨论。即马就有一份台湾母语教育民意调查，其中有问民众讲，即马母语教育对民众的看法，嘛有针对外来语和母语敢会互相影响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显示，有70%的民众认为即马咱国内母语当地消失，而且嘛，敢若3%的民众认为学校在推出母语教育的效果袂歹。
人拢讲学语言上好对细汉开始，毋过考试因带教学，摕英语甲母语两种来比，随望社会上真侪人烦恼母语会消失去。毋过实际上，注重英语的比例是侪过母语。英文优先度绝对大于台语，应该大部分的家长应该都会这样想吧。现在他们上班会以英语为重了，学校教的他可能还是用不上。他们考试方面。黄坤辉教授教育基金会顶日发表一份台湾母语教育民意调查，目前政府正在推动双语教育。调查嘛显示，大约有30%的民众烦恼台湾母语会因为外来语言的影响，愈来愈无受到重视。不过有6%搁较侪民众袂烦恼，感觉无啥要紧。就是学英文跟学台语其实可以一起并行，这样，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们可以。就是他们自己会知道要讲什么语言，毕竟整个大环境应该是跟老一辈我们自己的长辈还是讲台语比较多。那这英语的话，是额外学的感觉，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当然，学校有空堂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多推广我们自己的母语。面对这份报告，有学者认为，双语政策会当打破国家独尊华语，不过也烦恼政府的资源有限，会去压缩到台湾本土语言的资源。也当拍破台湾社会目前这种华语单语化、华语一贯的这个独尊的现象，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若是当出这资源落去杀这个双语教，特别是杀英语的时阵，当然本土语言的资源就会变少。学者认为，台湾是一个多元语言的社会，望政府未来会当搁较重视各种母语，投入愈来愈侪的资源。也那这份调查报告也显示，约70%的民众认为台湾无共族群的母语拢长咧消失。其中，针对目前学校推动母语教育的成效，嘛敢若3%7%的民众认为效果袂歹。这个数字拢真值得政府重视。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今日文化部当年6月推出适合高中生、小学生看的册单，也毋过这5年来册单推荐的台语册才20多本尔，数量是真少。正话出版社是认为讲，原因就出自出版界即马经费有限，而且即马佫真欠缺台语的编辑人才，建议政府爱提供资源来帮赞台语的出版品。这些学校为着要鼓励学生读册，拢有推出阅读奖励、阅读课等等。文化部当年嘛拢会推出适合高中小学生的册单，予学校图书馆参考采买。自去年开始，特别鼓励出版单位以各族群语言的出版品来参与评选。像新北市的安溪国小为着要推出正经式的母语学习，今年咧买本土语言出版品的经费要增加到4成，伊嘛希望文化部的册单愈丰富愈好。我在挑书的时候，一定会看这个适不适合学生。那我们低、中、高年级，它不同的年段有不同的学习表现跟学习内容的能力，必须去符合。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书籍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这个书籍小朋友看了能不能理解，或是说我们今天他能不能从这里面学到东西。点开文化部这5年来的中小学选读册单，推荐的台语册才20多本，量也阁真少。正话出版社主编陈清凤指出，根据国家图书馆的统计，台湾当年有4-5万种的出版品，不过本土语言的出版品恐惊是连1%都无。搁较免讲台语出版品有偌济，伊认为这若是政府推广的补助资源无够，有在调做台语出版品的编辑人才嘛无够。一个编剧，你可能一档上无做6-7本就真够啊，对，所以你要安怎把这个量先冲出来，国家会当徛伫什么款的角度，互出版社一寡补助，或是讲人才训练方面的协助。我相信这对以后咱的规个所有的国家语言的出版，其实拢有真有帮助。由文化部举办的中小学徒步选举，今年自3月19开始，开放出版单位报名评选。陈清凤建议政府着按有补助广大出版社做台语文作品，让台语家庭有更较侪选择，规个消费市场建立起来，出版社才会更较愿意培训台文的编辑人才，做出更较好的作品。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新北报道。因来乡亲唔知，敢有发现讲最近台语戏剧是愈来愈侪，也毋过呢要找台语演员就较歹找，所以即马有剧场伫最近举办台文演员的工作坊，希望会当训练演员会当讲台语，会晓看台文，来帮助演员的演出。做一个台湾人，是安怎袂使家己管理家己？是安怎袂当做家己的主人？
盐水大饭店公司台语台第一出时代剧自3月开播了后，人气甚至要冲到 Netflix 第2名，而且最近台语剧不止啊多，亲像有讲歌戏班讲述的勇气家族。这台上救起你啦！毛以1950年代台湾企业家林丁和日本人做生理谈判背景的相分，捌做过《通灵少女》电视编剧的林炳焕指出，市场对台语演员的需求增加，但是缺缺学台语的环境，所以因办一个台文演员工作坊，来帮助学员学台语文，嘛通感受到台语的趣味。希望讲，就为这个工作坊，为阮做这个台语戏出开始，就互大家感觉到。这台语戏出毋是拢是做互这年岁较大的人看的，互人互因演的，是每一个年岁的人，就是播这台语戏出，看台语戏出，拢会感觉足趣味的。台语戏出愈来愈多，网络顶嘛有观众会讨论台语开口发音等等。伫工作坊做台语指导的黄旭成，家己本身嘛是剧场的演员，伊表示其实演出要爱有台语开，无论是编剧、演员等等，拢爱有台语的思考。编剧也必开始，一直到上尾伫舞台顶，还是讲伫镜头面头前去演出，一条线安尼，其实拢每一个过程拢非常的重要。就是本地就是爱用即个语言去思考，写出来物件才有迄个开，台语开。台语的理路。协助规划工作坊课程的黄旭成表示，因为针对台语的听讲读写来开课，自4月29开始到5月底有一系列的课程，希望会当帮助到演员和对台语表演有兴趣的人，做阵拍拼，让台语戏出的品质愈来愈好。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外岛17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